其實撈得唔好嘅人，往往都係迴避型人格啊。呢啲人都有一個特徵，就係怕，驚拋頭露面啦，驚出醜啦，驚成為一個重要人物啦，驚去承擔責任。呢類人通常都係兒童心智啊，好難揾到大錢，因為缺乏過程思維同埋長期主義精神，做咩事都容易着急，做選擇嘅時候咧，亦都唔堅定，做事冇主見，而且特別容易後悔同埋自責，情緒敏感度又高。人哋稍為對佢好啲咧，就好容易嘔心嘔肺啦。俾人講兩句咧，就食唔好啦，瞓唔着啦，有一啲唔順心，亦都容易負能量爆棚，一啲承受能力都冇。你會發現呢一類人咧，通常會有習得性無助嘅懶，所以佢經常諗，我揾個人靠一靠啦，揾個人依賴一下啦。本質上咧，其實係一個冇長大嘅小朋友。呢一類人有啲自卑，又自傲，好善良，但係好冷漠，做事通常係3分鐘嘅熱度。而且佢嘅人生係夢遊嘅狀態，中意俾人擁住走啦，好少會有自我嘅成長同埋自我選擇嘅意識。內心深處咧，亦都唔相信自己嘅情緒控制能力好差。咁情緒一嚟，邊個都攔唔住，一唔順心咧，情緒就泛濫啦，好容易俾外界同埋他人影響。如果一個人嘅內心係匱乏嘅，總係感到焦慮、迷茫、自卑，每日嘅精力處理情緒都唔夠用。咁邊有精力去做其他嘢呢？喺心理學上嚟睇，呢個係由於一個人嘅心太惡啦，唔理係工作仲係學習，都冇力量去堅持做落去。如果佢內在嘅小朋友係冇長大，冇建立自立自信、自我自愛，唔具備自動自強嘅能力，如果講任由咁樣嘅情緒發展落去，放任唔理嘅話，人就會不停咁內耗，各方面就會變得越嚟越差。如果你正處於呢種狀態，咁你可以同我1對1諮詢，或者可以通過 WhatsApp 將你嘅問題列出嚟講俾我聽。當然，我可以推薦一本書俾你讀一讀。呢本書叫做《反逃避心理學》，佢會將每一句話幫你列出嚟，用故事嘅形式詳細解讀啦。書入邊記錄咗我哋點解會內耗啦，點解會被情緒困擾啦，我哋應該點擺脫焦慮啦，告別拖延症啦，迴避人格應該點辦，點樣去提升反逃避嘅能力呢？點解你成日去討好人哋呢？同埋點樣擺脫自卑，揾翻自信呢？其實呢本書嘅核心就係講俾我哋聽，點樣先至能夠令到自己嘅心理變得更強大、更智慧、更通透、更勇敢。